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早晨，感謝主，今日嘅天氣特別好，讓我哋朝頭早起身咧，又覺得有少少嘅霧覺得係唔會好乾燥，但係咧而家又有太陽。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段都係第一就係喺呢半年嚟咧，我都同大家多分享關於作為一個移居外地嘅一個移民嘅故事。聖經裏邊有好多咁樣嘅人，咁世界上移民最多嘅國家咧，恐怕都係我哋華人啦。全世界係有人話7000萬，有人話係6000幾萬嘅華人，都係唔係住喺中國，唔係住喺香港，唔係住喺台灣，而喺世界各地。我哋美國咧都有500萬個華人，其中有一半咧都係講中文嘅，即係話咧唔喺美國出生嘅都有250萬，加埋喺美國出生嘅咧就要 double 啦，就要有500萬咁樣嘅華人。咁我哋居住嘅環境到處都係，每一個人都有佢嘅故事，每一個人都有佢嘅原因。有啲人嚟得早啲，有啲人嚟得遲啲。有啲人嚟自於香港，再嚟自於台灣，嚟自於中國大陸，都係喺呢一度形成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一個社會或者一個社群。但係聖經裏邊咧，我哋就睇到其實神咧都係喺好多人嘅身上啦，好多移民嘅身上咧做好多嘅工作。有時我哋諗，可能神咧都係藉住人類社會嘅遷移咧嚟到對人講說話，提醒我哋呢個神喺呢啲離開本地嘅人當中，佢有佢自己嘅美意。咁我哋睇下一章。咁咧喺感恩節嘅前夕當我哋喺呢一處咧嚟到準備過感恩節嘅時候，我哋就聽到喺香港發生一件好不幸嘅災難咁咧就燒咗43個小時嘅一個嘅火災。咁咧初咧，我哋只係覺得可能係一家一戶發生不幸嘅事件。係啦，我哋睇而家嘅消息傳得好快馬上就會每個人都有手機啦，可以拍攝就可以放上網啦。咁咧好多嘅所謂自媒體咧都要開始去講去評論。我哋就睇到成個過程咧，由日頭下晝開始就發生呢個災難，到夜晚，到第二日仍然繼續。咁好多可怕嘅場面。當時我記得喺感恩節嘅前夕，我就諗住要同屋企人係講啲咩嘢説話嚟到彼此去慶賀、去感恩啦。但係後來我發覺，可能唔係講呢啲説話嘅時候啦。就睇到到現今為止仲係未曾能夠完全統計到咧係去世嘅有幾多人已經知道嘅就160，但係仲有好多失蹤咗嘅。好多嘅未曾揾到嘅，咁因此呢一場嘅係災難咧，讓我就想到係世界上嘅事，有好多時候我哋喺快樂嘅同時咧，另一方面咧，卻係有人咧係受到災難。無論大家有啲咩嘅想法，或者以後係唔知道要去跟進到幾時嘅。去收拾到幾時嘅呢一場嘅大火咧，就話俾我哋聽咧，就係人嘅生命咧，總有一種嘅不確定性，冇人能夠話聽日會發生咩事。有人話今日夜晚瞓覺，將個拖鞋放喺地上邊上床瞓覺，聽日能唔能夠着翻個拖鞋咧？我哋都唔知道。好啦。咁因此喺呢個不確定嘅世界裏邊咧，我哋就想到，咁我哋基督徒又如何呢？基督降生總係讓我哋覺得一片嘅祥和，一片嘅平安，大好嘅信息。我哋冇錯，我哋應該喺聖誕節
從感恩節、聖誕節呢一個幾月嘅時間裏邊，心裏邊咧總係覺得一年要結束啦，數算主嘅恩典，喺處慶祝基督為我哋降生，我哋唱聖誕嘅詩歌，彼此交換禮物，好開心，好多嘢都係減價咁樣。但係我哋想到點解世界上仲會有啲不幸嘅事情嚟到發生？好，我哋請睇今日嘅經文啊，我哋睇下耶穌基督降生嘅時候，係唔係都係喺呢一個天使歌頌嘅博士嚟敬拜嘅牧羊人靈敬拜嘅時候，都係有另外一方面黑暗同埋罪惡嘅係存在着呢？好啦，我哋呢段嘅經文咧就分開3段嚟讀嘅。咁呢一個第一段我哋又係睇到咧，我哋可以一齊嚟讀喎。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着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裏，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除滅他。約瑟就起來，夜間帶着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是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好，我哋停喺呢一處。我哋今日所讀嘅經文，馬太第2章13至到23節咧，有3處馬太咧就引用舊約嘅聖經嚟話呢一件事就係應驗咗舊約聖經所講嘅說話啦。咁我喺呢一處 highlight 嘅變咗藍色呢一句說話咧，就係馬太咧佢引用呢一個何西阿書第11章第1節嗰度咁樣講嘅。嗰度話以色列年幼嘅時候，我愛佢，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嗰段經文何西阿嘅意思就係話出埃及記，就係話以色列人寄居喺埃及有400年。後來咧喺嗰度咧，佢哋越嚟越人多啦，埃及人咧就迫害佢哋，就要將佢哋所有嘅男嬰咧就殺晒佢，免得佢哋咧人越嚟越多。咁神就派摩西咧去帶佢哋出嚟，所以我哋喺舊約嘅出埃及記睇到呢一段嘅。過咗好耐之後，何西阿先知佢已經係以色列已經成為一個國家，已經過咗好多嘅日子之後，何西阿先知喺處責備佢嘅同胞以色列人犯罪啊！喺呢個時候咧，佢就提醒佢哋，佢係以色列年幼的時候。當呢個國家仲係年幼咧，即係話佢哋都未曾成為一個國家，佢哋幾十萬嘅男丁同埋佢哋嘅家眷咧，跟住摩西出嚟，好似一個國家仲係剛剛開始萌芽咁樣嘅。所以你年幼嘅時候，咁何西阿話我愛他，神愛佢哋，於是咧就叫佢哋出嚟。我見到你哋喺埃及，佢對摩西話：我見到你哋喺埃及所受嘅苦，你哋發出個哀聲，我都聽見。我紀念我同亞伯拉罕所立嘅約，所以我叫你哋出嚟，我召出我的兒子來。所以而家呢個時候，馬太當佢記載耶穌逃亡呢一件事咧，佢就想起先知講過呢句說話，佢話呢個咧係應驗咗主藉先知所講嘅說話。換句說話講，何西阿所講嘅說話咧，係回憶歷史，亦都係預言將來。過去咧，神叫以色列人從埃及出嚟；將來咧，神叫耶穌基督從埃及翻嚟。馬太講呢一件事嘅時候，佢咁樣去詮釋嗰段嘅經文。可以講，我睇過一個嘅神學家，佢哋兩個人寫一本書咧，就係解釋新約點樣用舊約嘅。一個人叫 Bill， 一個叫做 Carson。佢哋解釋佢話咧，因為神咧係亙古不變嘅，所以神以前做嘅事同現在以後做嘅事都係一樣嘅。因此呢一段嘅何西阿書嘅經文咧，既係話神將受苦嘅以色列人帶出嚟，
亦係話神叫喺埃及逃亡嘅耶穌基督出翻嚟。好啦，咁我哋請睇下一章。喺呢一段上裏邊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耶穌都係一位經歷過世間苦難嘅耶穌。耶穌唔係只係在天上，佢係嚟到世界上，佢一出生就經歷呢一件事。當我讀到呢一段經文啊，我就問自己3個問題。第一，點解耶穌一出世就要受苦？我哋嘅印象裏邊，耶穌降生，聖誕卡裏邊咧，而家都冇咩人寄聖誕卡噶啦。聖誕卡總係有咩啊？天使喺處唱歌啦，有東方博士嚟送禮物俾耶穌啦，係咪啊？仲有瑪利亞同約瑟喺呢一個耶穌躺臥喺呢個馬槽上邊咧，好溫馨啊！天上有星有光啊！牧羊人嚟敬拜，冇錯，呢啲喺呢個所謂 nativity 基督降生呢一幕裏邊咧，都好甜美嘅，好甜蜜嘅，好令人哋真係向往嘅一個景象。但係聖經話有一個希律王，當時嘅王咧叫做希律，喺羅馬帝國所謂佢嘅諸侯啦，我哋中國人話佢分封的王，封咗係希律嚟管理嗰個地方。咁啊希律咧係一半猶太人，一半咧就唔係猶太人嘅。咁咧佢有好多嘅建設喎，佢咧就將聖殿咧翻修，靚過所羅門嘅殿啊！以至於後嚟嗰啲門徒話：耶穌你睇呢個殿啊，用咗46年整啊，好金碧輝煌。咁佢咧有好多建設啦，佢又對老百姓咧係採取一種咧係收買人心嘅辦法。但係希律王係一個好殘忍嘅，佢有一樣嘢係佢最愛嘅就係權力，佢好殘忍。佢咧娶咗一個嘅名門貴族嘅小姐做佢太太。然後咧，佢又封咗呢個小姐嘅弟弟咧做大祭司，佢可以自己揀一個人做大祭司嘅。其實咧係唔可以咁樣，大祭司係傳落嚟。但係後來啊，佢竟然間咧用好嚴厲嘅手段嚟到控制百姓。猶太人嘅公會 Sanhedrin 有70個人去管理猶太人自己嘅社會，希律殺咗46個。後來咧，佢又驚自己嘅太太所生嗰2個仔，因為係純正嘅呢個血統咧，係會威脅到佢嘅皇位啊！佢將佢太太殺埋，將2個仔都殺埋。但係唔使驚，佢有10個太太，就係因為呢一個血統太好咧，佢驚佢哋呢2個人咧會將來佢長大咧會攞翻佢個皇位。佢哋都將呢個太太佢所封嗰個大祭司咧就浸死佢。所以一個好殘酷嘅人，因此咧，當佢聖誕故事開始咯噃，當東方博士嚟到耶路撒冷問：你哋猶太人嘅王喺邊度啊？猶太人嘅王咪我咯。佢唔係，係一個剛剛出世嘅嬰孩，佢生落嚟咧就要作猶太人嘅王嘅。請問佢喺邊處？希律王聽到聖經話好不安。合城嘅人都好不安，點解合城成個城嘅人都不安呢？因為希律又要殺人啦。希律唔可以容許第2個人可能做王嘅，雖然間人都係會死嘅，但係佢總言之就唔可以有第2個人有可能做王嘅。佢就問猶太人裏邊嘅祭司啊，按照你哋嘅聖經啊，係咪有咁樣一件事？係唔係有一個嬰孩將要出生呢？係作猶太人嘅王噶？咁嗰班文士咧，嗰班律法師咧，好熟聖經，佢一查，查到彌迦書5章2節將來呢個你唔好話你係微小嘅，將來有一位君王喺嗰度出生。係啊，希律王報告呢一個猶太人的王咧，如果要出世咧，就出世喺伯利恆。希律咧好詭詐。佢叫嗰幾個博士嚟，你哋要去敬拜呢一個新生王係嘛？我都想去拜佢。嗱，你哋揾到之後咧，你咧就翻嚟話俾我聽，咁我又去拜佢啦。其實希律咧係想點樣咧？係斬草除根，
係趁住呢個嬰孩出世冇幾耐咧就殺咗佢。呢個讓我哋想到出埃及記嘅時候，法老王都係要殺晒所有嘅男嬰嘅。希律有咁樣嘅詭計，咁但係咧，博士去咗啦，揾到啦，將黃金、乳香、沒藥嚟到獻俾呢個嬰孩耶穌，敬拜佢。喺呢個時候咧，天使咧就向喺夢裏邊神對呢一個博士咧講説話，話你哋唔好由原路翻去，你哋行第二條路翻去，翻返你哋嘅東方，唔好再見到希律王啦。希律好嬲，聖經話佢覺得自己俾博士愚弄咗。我叫咗你哋翻嚟同我報告，新王喺邊度？你哋唔翻嚟，好我哋廣東人話有殺錯冇放過。好，所有伯利恆嘅男嬰冚唪唥殺晒佢，幾大呢？2歲以下嘅都殺晒佢，寧願殺錯所有嘅人，都唔好漏咗呢一位新王耶穌。於是下一段聖經我哋一陣間先讀咧，就殺咗所有喺伯利恆所有嘅2歲以下嘅男嬰。喺呢個時候，天使咧喺希律王殺男嬰之前呢，已經向約瑟顯現。約瑟喺聖經裏邊一句説話都冇講過。到耶穌長大嘅時候，約瑟都唔喺度啦。有人話約瑟係好早就離開世界，但係約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人。聖經話佢係一個義人啊。佢一生當中，聖經記載就係佢發咗4次夢咧，每一次天使同佢講嘢咧，佢都聽。呢個時候，天使咧向約瑟，即係瑪利亞嘅許配咗嘅丈夫話：你哋快啲走，你哋快啲走，因為希律王要殺耶穌。聖經描述得非常之係逼真。聖經話佢夜晚嘅時候，約瑟就帶住瑪利亞同埋未曾夠2歲嘅耶穌就逃亡啦。由伯利恆逃亡去埃及有幾遠呢？有人研究過，最近嘅埃及嘅邊界咧係75英里，佢哋要行75英里以上嘅道路先至能夠去到埃及。突然間嘅逃亡，喺馬太嗰度話，佢話約瑟就起來，夜間要趁住夜色咧，帶着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住在那裡，直到希律死了，唔知道要住幾耐。但係神係早有安排同埋預備，博士所送嘅黃金、乳香、沒藥，都係足夠呢一個嘅係可以講係貧窮嘅家庭咧，係有旅費、有生活費，可以暫時寄居喺埃及。耶穌到底喺埃及住咗幾耐呢？我哋唔知道。總之，後來希律王死咗啦，佢先至能夠翻嚟。所以我話呢一段話俾我哋聽，耶穌都係經歷過世間嘅苦難。係唔係因為耶穌降生，所以呢啲伯利恆嘅男嬰就慘死？其實希律王已經殺過好多嘅人，佢本來就係一個咁樣黑暗邪惡嘅人，而佢唔要放過呢一個聖嬰耶穌。所以耶穌並非不能夠體恤人間嘅疾苦，因為佢曾經嚟到世上，佢喺未足2歲嘅時候，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幾乎咧係要喪命，但係神保守佢。我哋每一個人生命有長有短，都係神嘅計劃裏邊。喺神嘅計劃裏邊，耶穌基督仲未到要離開世界嘅時候，神保護咗佢。神叫博士為佢哋預備咗旅費，叫天使指示約瑟，然後佢哋就可以逃過希律王嘅殺害。我哋請睇下一章。呢一段嘅經文呢，就讓我想到以賽亞書63章第9節嗰度所講嘅。我哋可以一齊讀啊！他們在一切苦難中，他也同受苦難，並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們。
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們，在古時的日子，像抱抱他們，懷揣他們。就係第一句説話，他也同受苦難。耶穌唔係只係高高在上接受我哋嘅敬拜，耶穌都親自嚟到呢個世界上邊，都親自喺呢個殘酷嘅希律王嘅手下，幾乎係死去嘅。我哋請睇第二章，下一章第二段嘅經文啊，呢件事繼續嘅記載。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係2歲以裏的都殺盡了。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嘅說話，在拉馬聽見號啕大哭的聲音，是拉結哭他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呢個時候嘅馬太呢，就想起耶利米先知所講句嘅說話喎。耶利米就唔同何西亞啦，呢個何西亞仲早啲，後來耶利米咧係親自睇到自己國家滅亡嗰種嘅慘酷啊！就係當巴比倫人呢嚟攻打以色列猶大嘅時候，殺咗好多人。喺拉馬呢個地方有大哭嘅聲音，係拉結哭他兒女。拉結係邊個呢？拉結呢就係可以講係以色列嘅國母啊，因為佢係以色列嘅太太拉結，即係雅各，佢係以色列嘅國母啦嚇，即係代表住以色列到處有哭嘅聲音，到處有大哭嘅聲音。以色列喺樹下唔肯受安慰，因為佢嘅兒女都死咗啦，或者被擄啦，或者死咗。所以呢一段悲慘嘅以色列過去嘅歷史咧，當然因為佢哋係悖逆神嘅，佢哋已經有國家，已經有自己嘅土地，但係佢哋拜偶像，佢哋離棄神，以至於俾亞述、俾巴比倫去攻打，殺咗好多人，後來國家就亡咗。呢個時候，呢一個嘅痛哭，讓馬太想起以前以色列都曾經遭遇過咁樣嘅事。今日喺伯利恆，好多嘅母親喺樹喊，因為佢哋嘅2歲以下嘅男嬰都被希律殺晒。我哋請睇下一章。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一段咧，就係耶穌佢能夠認同受苦嘅。點解咁樣講呢？呢個字認同 identify with， 唔係話我感同身受，我感受到你嘅痛苦，而係我本身係同你一齊受苦。以往嘅以色列人係神嘅兒子，喺出埃及記4章22節嗰度，摩西同法老王講，佢話以色列是我的兒子，即係神嘅兒子，係我嘅長子，你要將佢放出嚟，呢個仔係我嘅。神同法老王講，後來法老唔肯啦，法老好剛硬啦，好多嘅災臨到埃及咧，佢都唔肯啦。後來神就話：你唔肯俾我個仔出嚟，看啊，我要殺你的長子。所以就係埃及嘅10災裏邊嘅最後一災，最慘嘅嗰災，埃及人嘅長子都嗰一晚死咗，就係所謂逾越節，神就越嗰啲天使越過猶太人嘅屋咧，就唔去殺埃及人嘅屋咧，每一家都死咗長子。以色列人係神嘅兒子，佢話咁耶穌咧，耶穌更係神嘅兒子啊！馬太3章17節嗰度話：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耶穌洗禮嘅時候，耶穌從埃及出嚟，唔同以色列人從埃及出嚟，但係耶穌佢喺呢一件事情上邊，俾我哋睇到佢係認同，佢將自己咧係同以色列人放埋一齊，以色列人所經歷嘅佢都經歷。當耶穌洗禮嘅時候，施洗約翰話唔可以，我應該受你嘅洗，唔係叫我為你耶穌嚟受洗。所以約翰都知道耶穌係神嘅兒子，佢唔可以。但係耶穌點樣講啊？
佢話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就讓我哋想到耶穌點解要洗禮？佢冇罪啊，佢唔需要好似我哋咁樣個個人受洗悔改啊。但係耶穌係認同，係 identify with。耶穌將自己嚟到同世人放埋一齊，我都受洗，因為我就係世人，因為我就入嚟承擔世人嘅罪，所以佢受洗。而今耶穌喺埃及出嚟，就好似以色列人從埃及出嚟一樣，神嘅拯救。耶穌唔係因為喺埃及受痛苦，所以神叫翻佢翻嚟，而係神叫喺埃及出嚟去完成佢作為神兒子嘅使命。喺馬太福音第1章23節嗰度話，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為佢要點樣啊？將佢嘅百姓從罪裏邊救出嚟。所以耶穌同受苦嘅人企埋一齊，佢都一齊受苦。佢呢一個從埃及出嚟嘅呢一個嘅行動，就代表住我同以色列人係一齊嘅，唔係我遠遠嘅睇住你哋。邊個能夠救我哋脫離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馬書嗰度話，我哋個人就係會犯罪，邊個能夠救我哋呢？嗰度話感謝神，靠住我哋嘅耶穌基督就能夠啦。耶穌從埃及出嚟呢一件事，就表示住佢同以色列人係一齊嘅。我哋請睇下一節聖經，希伯來書嗰度話，所以他凡事應該與佢嘅弟兄相同，為要在神嘅事情上邊成為慈悲忠信嘅大祭司，為百姓嘅罪獻上挽回祭。佢凡事與弟兄相同。今日我哋嘅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世界上邊，就係要成為人，去經歷人所經歷嘅事，去好似我哋每一個人一樣，佢經歷世界上邊佢睇到所經歷到嘅，佢係其中嘅一份子。凡事與我哋相同，所以我哋可以相信，可以明白耶穌能夠體會到我哋嘅心情，耶穌能夠體會到我哋嘅苦難，甚至應該話耶穌喺我哋受苦嘅時候同我哋喺埋一齊。凡事與佢嘅弟兄相同。我哋請睇最後一段啦。最後聖經講到呢一處繼續話，希律死咗之後，有主嘅使者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現，話起來，帶着小孩子。呢個時候耶穌已經係小孩子咯，帶着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地去，因為要害小孩子性命嘅人已經死啦。咁希律點死嘅咧？希律咧係病死嘅。歷史話咧佢係好痛苦咁樣啊，病得好痛苦咁樣死咗嚇。約瑟就起來，把小孩子和他母親帶到以色列去。只係因為聽見亞基老接着佢父親希律做了猶太王，就怕往那裏去。咁亞基老係邊個咧？我哋讀聖經咧就會睇到呢啲名啦。希律死咗之後咧，佢個皇位咧就分開啊。佢嘅管理嘅土地咧，一個咧就叫做亞基老，咪分到管猶太呢個地方；有一個咧叫腓力啊，有一個咧就腓力。後來係咪有施洗約翰啊責備一個人娶咗佢嘅兄弟嘅太太啊？嗰個另外一個，所以3個仔咧就分咗希律王嘅土地叫做咩名啊？基亞帕啊！哇！真係講到都要好好地準備3個亞基老咧亦係一個極為殘忍嘅人，極為殘忍嘅人，承繼咗佢爸爸嘅管理嘅地區，亦都承繼咗爸爸嘅殘暴。於是呢度話佢怕往哪裏去？約瑟知道亞基老都唔係一個好人，就去呢個時候咧，夢中又被主指示，就往加利利去。加利利喺北邊，距離南邊嘅耶路撒冷猶太係遠啲。於是咧，
離開佢呢一個人嘅管轄到嘅地方去加利利，去到一座城叫做拿撒勒，就住在那裏。約瑟、瑪利亞、耶穌以後就係住喺拿撒勒，所以而家有個教派叫做拿撒勒教會啊 ，Church of the Nazarene 啊，就係拿撒勒，就住在那裏。這是要應驗先知所說，他將要稱為拿撒勒人呢句説話。咁啊，你話呢一句人喺邊度出嚟嘅咧？舊約聖經嘅先知咧，冇人話過呢一位新生王係會成為拿撒勒人。嗱，唯一比較似嘅、比較近咧，就係以賽亞書。以賽亞書第11章嗰度話咧，從耶西的根啊，即係大衛嘅祖先咧，就必要出現一個枝條啊，一個枝條。咁嗰個枝條嗰個 branch 嗰個字咧，就似拿撒勒呢個字佢將會成為王咁樣嘅。但係另外一處咧，以賽亞講得更清楚，我哋一睇就明，就係以賽亞喺53章嘅時候咧，講到嗰位受苦嘅神嘅僕人，即係耶穌咧，佢形容佢話佢像根出於乾地。大家有啲聖誕紅咧？而家已經乾咗啊！以賽亞形容耶穌基督呢一位受苦嘅僕人，佢嘅出身咧，喺以賽亞53章嗰度話：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個泥土係乾嘅，乾嘅土地會唔會生出好好嘅植物呢？係唔可以，係好貧瘠嘅，係冇咩水分嘅。跟住佢就形容啦，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到我哋羨慕佢。他被藐視，被人厭棄等等。呢個係以賽亞書53章所講。耶穌點解？我話當我讀呢段聖經，我問呢3個問題。第一，耶穌點解一出生就會遭遇性命嘅危險？第二，點解耶穌要好似以色列人咁樣去埃及避難，然後喺嗰度翻嚟？點解要行呢一趟？第三，點解耶穌要喺拿撒勒長大？我喺台灣嘅時候，有一個年青人10幾歲佢話點解我要出生喺台灣？你知唔知點解佢咁樣講？佢好喜歡美國因為台灣出生嘅男仔咧要當兵㗎嘛。嗰時候當兵幾多年？高中畢業咧3年，大學畢業咧2年。佢嗰時10幾歲冇讀大學。佢話點解我要喺呢度出生啊？咁樣。咁我當時都好難體會佢嘅心情啊。點解耶穌要做一個拿撒勒人？點解耶穌唔可以係一個比較富有嘅家庭？點解耶穌唔可以讀多啲書？後來嗰啲人批評佢：你都冇學過，你點都要識啊？你都冇讀過我哋嘅神學院，你點知道咁多嘢？咁樣睇唔起佢。點解？我哋唔能夠選擇自己原生嘅家庭，但係耶穌可以㗎，係咪？因為佢係神嘅兒子。點解父神要咁樣安排佢？要喺拿撒勒呢個地方？我哋請睇下一章啦。佢將要稱為拿撒勒人，即係話佢將要出身卑微。喺約翰福音第1章，當耶穌出嚟傳道嘅時候，係咪有一個人叫做拿但業啊？有人介紹耶穌俾佢識，佢話：嘿，拿撒勒，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呢？有咩好嘢啊？拿撒勒有咩好嘢啊？你介紹耶穌俾我識，耶穌拿撒勒人嚟嘅，有咩好啊？換句說話講，係一個被藐視嘅地方，或者對於喺耶路撒冷嘅人嚟講，拿撒勒係一個名不見經傳、冇出過啲咩叻人嘅地方。或者嗰個係一個屬於已經靠近羅馬嘅邊界，或者有好多羅馬嘅兵丁駐守嘅地方，即係冇咩好嘢啦。如果有人咁樣批評你，你會覺得點樣啊？
哎呀，香港我係香港，所以我又咁樣講啦嚇，你唔會覺得我得罪人？有咩好啊？你會咁樣嘅經歷呢？哎呀，嗰啲人點樣點樣？當人咁樣批評你嘅時候，你有咩感覺呢？當然耶穌係唔會俾人哋咁樣講一講呢，就會覺得難受啊。但係點解要咁樣？點解要安排喺嗰個地方？因為佢要躲避亞基老呢個殘忍嘅呢個王嘅仔。但係當我哋讀到後來嘅使徒保羅所寫嘅時候，我哋就明白耶穌佢係甘心咁樣被安排。佢唔會好似我認識嗰一位年青人話：點解我唔出生喺美國啊？點解要出生喺呢度啊？佢唔會，因為喺腓立比書第2章嗰度形容耶穌基督就咁樣講，佢話：你哋當以基督耶穌嘅心為心。所以耶穌心裏邊願意㗎。耶穌嘅心係點樣？他本有神嘅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既有人嘅樣子，就自己卑微，唔單止成為人，從神成為人，仲做一個出身卑微嘅人，全心順服。哦，原來佢係順服上帝嘅旨意，原來上帝安排嘅，上帝安排佢喺拿撒勒長大，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似一路咁樣降低，一路降低，所以神將佢升為至高，到谷底，做到不能再低啦，佢死咗啦，然後神就將佢高升。耶穌佢心裏邊願意，佢順服父神嘅安排，佢去到一個貧瘠嘅拿撒勒城，俾人睇唔起嘅拿撒勒。佢又冇讀過好高深嘅學問，佢做木匠嘅仔，我相信佢都係要做好多屋企裏面嘅事。佢至到幾多歲先出嚟傳道啊？30歲。換句説話講，佢後來約瑟瑪利亞所生嘅弟弟妹妹咧，都已經長大嘅時候，佢先出嚟。佢盡咗佢家庭嘅責任，然後佢出嚟傳道。嗰30年係點樣過嘅？嗰30年喺拿撒勒係點樣過？拿撒勒嘅人係啲咩嘅人？佢點能夠喺咁樣嘅環境裏邊成為一個活出神嘅兒子嘅生命？我相信都係好唔容易。因此我話佢能夠體恤人嘅軟弱。喺希伯來書嗰度繼續去形容呢一位耶穌基督，係話佢經歷過人所經歷過嘅事。喺希伯來書第4章第15節嗰度話，因為我哋嘅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哋嘅軟弱，佢亦都曾經凡事受過試探。你可以想象喺拿撒勒呢個地方，佢會遇到貧窮嘅試探，佢會遇到其他人對佢嘅其他地方嘅人對佢嘅睇法，佢一樣會同人一樣受到試探。此時呢度話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耶穌喺咁樣嘅環境長大，佢能夠體恤同樣地喺一個名不見經傳嘅小地方長大嘅人嗰種嘅經歷。然後喺希伯來書第2章嗰度又咁樣講，佢話佢凡事應該與佢嘅弟兄相同，因為佢要成為一個慈悲嘅大祭司，為百姓嘅罪獻上挽回祭。然後呢一句說話話，佢自己既然間被試探，耶穌都經過試探而受苦，就能夠搭救被試探嘅人。我哋受到試探，我哋可能軟弱跌倒犯罪啦。但係耶穌經過試探，佢冇犯罪，所以佢能夠體恤，佢都能夠拯救嗰啲受試探嘅人。所以耶穌係刻意地去到拿撒勒呢個地方，喺嗰個地方長大，佢全心順服神嘅安排，佢並不埋怨。我哋請睇下一章，
就讓我想起當耶穌出嚟傳道嘅時候，喺路加福音第4章嗰度話，耶穌來到邊度啊？拿撒勒，就是他長大嘅地方。然後佢打開聖經讀，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俾咩人？貧窮人。下邊嗰啲我就節約咗，就冇將佢印出嚟。重點在於佢長大喺拿撒勒，佢話神派我傳福音俾貧窮嘅人，所以原來神係安排佢嘅獨生愛子喺拿撒勒嗰度長大。神要派佢喺嗰個地方經歷好多嘅事情，喺嗰度長大，然後佢能夠體恤嗰啲人，然後佢能夠救嗰啲人。而家佢翻去嗰度，當佢傳道之後，佢又翻去嗰度。佢話神派我去傳福音俾貧窮嘅人。所以當我哋思想我哋遇到嘅各樣嘅問題嘅時候，就想到耶穌佢能夠體恤人間嘅苦難，佢能夠認同嗰啲軟弱受苦嘅人，佢亦都能夠撫就嗰啲卑微嘅人。我哋請睇最後一章，剛剛開始咧，同大家分享到最近我哋所知道嘅一個火災嘅消息。咁咧，香港嘅基督教嘅教會咧，就聯合就辦一個祈禱會，都已經係過咗個幾禮拜之前，嗰時候仲未曾有今日嘅數字啊。咁嗰時候咧，香港嘅好多嘅教派都聯合埋一齊咧，辦一個祈禱會。咁各位如果係有興趣，都可以上網去睇嘅，都有喺 YouTube 上邊。咁咧就好多嘅人一齊祈禱啦，讀聖經啦，有好短嘅講道啦，有好多嘅祈禱啦。咁大家去分享佢嘅感受啦。咁上邊有一位，呢一位係一位女嘅牧師啦，一位女嘅牧師。咁佢屋企係燒死3個人。咁啊安排佢上去做見證，去分享佢嘅喺過程中嗰種經歷同埋感受嘅。咁啊，佢當然亦都喊，亦都激動，亦都係同所有嘅人一樣咧，係分享佢嘅當時嘅經歷。從呢一個嘅可以講少少咧，就係佢係仲做緊教會嘅工作嘅時候咧，接到佢阿媽打嚟嘅電話，一直打，佢都唔接啊，覺得好煩啊。後來佢先知道，原來嗰度有火災，佢就以為可能有一家人火災。就後來睇到新聞處，原來仲燒緊嘅時候，咁咧佢就趕翻去嘅時候，發覺已經好多人喺度咧，喺處等待着最新嘅消息有警察、有輔導嘅人員喺處安撫佢哋，或者俾佢哋消息，或者幫助佢哋等等。佢話嗰個時候，我要放低我牧師嘅身份。有人話你放低牧師嘅身份，哇！佢就大喊，佢不能控制自己咁樣喊，因為佢屋企有3個人。然後咧喺辨認呢一個嘅去世嘅人嘅身體去認嘅時候咧，嗰種嘅心情係好難去調整。點解有啲人就包圍住佢話：你係牧師啊，你可唔可以祈禱叫佢哋翻山啊？你係牧師啊，你祈禱叫嗰啲人出翻嚟啊？佢話：我冇辦法嘅。咁到底佢哋喺呢個祈禱會裏邊所傳達嘅信息係乜嘢咧？咁我睇完之後，我發覺佢哋嘅信息咧，都係同我今日所分享嘅咧係類似喎。佢都用到以賽亞書嗰段咧，神與我哋同受苦難呢一段，亦都講到耶穌咧係同我哋一齊。咁所以咧，佢哋嘅祈禱會嘅主題係基督在人間，就係話當我哋經過好多嘅事，我哋無法解釋，人力冇辦法解決，已經發生咗啦嘅時候，我哋唔好忘記耶穌係與我哋同在。以馬內利係乜嘢？神與我哋同在，就是我哋無法去解釋、無法去挽回嘅一啲嘅事已經發生咗嘅時候，
唔好忘記耶穌都係與我哋同在。所以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耶穌去埃及，由埃及翻出嚟，然後喺拿撒勒長大，呢一段嘅記載，我哋見到神自己嘅安排，又見到耶穌嚟到世界上，佢係刻意嘅嚟到貧窮嘅人當中，佢自己都經歷好多嘅試探，亦都係好不容易咁樣。但係佢後來又翻去拿撒勒，係嘛？神膏抹我，主嘅靈喺我身上，叫我傳福音俾貧窮嘅人。所以其實喺呢個時候，我哋相信耶穌咧係同我哋喺埋一齊，尤其是受苦嘅人，耶穌都係同我哋喺埋一齊。而耶穌都透過人咧，透過教會，透過基督徒去同嗰啲受苦嘅人同行。其實受苦難嘅人好需要嘅就係有人同佢喺埋一齊。而耶穌降生帶俾我哋嘅信息就係神與我們同在。神唔單止咧係與快樂嘅人同在，與高興蒙福嘅人同在，神都係與受苦嘅人同在。咁我最近咧就做咗一件小小嘅事咧，可以做少少嘅見證。我識得有一個人，佢屋企咧就燒咗，燒咗美國唔係華人係美國人，咁屋企咧就意外就燒咗。咁咧我又識得另外一個人，佢咧就病咗，又唔係華人係美國人，咁佢病咗唔返得工，後來佢丈夫又病埋，都唔返得工。咁咧我就同佢哋唔係好熟，但係都係識得。咁我就有咁樣嘅感動咧，就送一張卡片，上面寫咗經文咁樣。我俾嗰個病到返唔到工嘅人咧，就100蚊。本來做呢啲事咧，左手唔好俾右手知道，但我要做一個見證。咁佢好 appreciate， 好多謝啦！喺呢個困難嘅時候，雖然間都唔係算乜嘢啦。咁然後咧，另外一個咧，我就燒咗屋嗰個咧，我就寫張卡片嚟俾佢50蚊，就係咁啦。我嘅能力就係咁啦。但係後來咧，過咗不久咧，就有學生咧送俾我25蚊一張卡。你話咁啊，咁都係蝕咗喎咁樣。唔係，前2日咧，我哋嘅牙醫咧就退翻174蚊俾我。哇！咁樣計一計，我哋有賺啦，係嘛？其實都唔係咁樣計嘅，而係話與受患難嘅人同行，係耶穌所做嘅事。咁我哋基督徒唔係我哋有能力啊，我哋解決唔到咯。嗰個女嘅牧師佢話：我都唔可以祈禱到佢哋翻山。但係你同佢哋喺埋一齊嘅時候，然後帶俾佢哋安慰，話俾佢哋聽耶穌同我哋喺埋一齊，佢哋就會有翻嗰個希望，有翻個安慰。而耶穌真係同我哋喺埋一齊。所以今日嘅中心嘅信息嘅結論呢，就係無論我哋係危難，或者我哋軟弱，或者我哋自卑，我哋要記住以馬內利，神與我哋同在。我哋求耶穌安慰我哋，求耶穌安慰所有受苦嘅人。呢個先至係聖誕節嘅意思，係咪啊？耶穌嚟到世界上，真係就係要話俾我聽，神係關心我哋，神同我哋喺埋一齊嘅，與我哋同行嘅。我哋唔知道聽日點樣，但係耶穌能夠體恤到我哋，因為佢自己都曾經經歷過喺世上嘅日子。好，我哋一齊祈禱。親愛嘅天父，我哋多謝你，主啊，叫我哋有盼望。因為主啊，你話你向我哋所存嘅意念唔係降災禍，而係賜平安盼望，叫我哋末後有指望。主啊，求你將盼望放喺我哋心中，求你安慰所有受苦嘅人，求你鼓勵我哋所有軟弱嘅人重新嘅站起，亦都體恤心裏邊難過嘅人，與我哋同在。求聖靈帶俾受苦嘅人有安慰。
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阿門。